就相信国庆高雄市政府早起7点嘛举办升旗典礼，这嘛是高雄20冬来啦头一摆举办国庆的升旗活动。现场真侪人穿国旗衫、举国旗，估计有2万多人参加。市长韩国瑜伫升旗后致辞，除了对中华民国的国庆祝福以外，1500字的这个演讲稿内面，大部分伫发表伊的总统的竞选的政见。有民众就讲，这场升旗典礼袂输是韩国瑜的总统造势大会。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，对着国旗杆慢慢升悬起哩。高雄市20冬来再次举办国庆升旗典礼，现场规片旗海飘扬，2万多名穿国旗装的民众来到活动现场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嘛伫升旗后登台致辞。中华民国。 只是看来一切顺利的流程，致辞中嘛发生小插曲。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，中华民国都是一个。伫韩国瑜背后的这看板差点嘛就倒落来，好在在只是虚惊一场，1500字的讲稿，除了祝福中华民国国庆，嘛发表伊竞选总统的政见。未来我有机会担任中华民国总统，除了为我们的军公教、农民、渔民、劳工。 与年轻人找回他们应该有的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机会，我会坚守中华民国宪法。典礼伫国庆2个甲生日快乐歌中圆满，只是典礼中韩市长的致辞，让人感觉是为家己在做事。市长，15号确定以后要请假了吗？会。韩国瑜无回应，但是不管如何，20冬来捌举办过国庆升旗，嘛互高雄出现壮观的旗海人潮。韩国瑜市长任内第一次国庆升旗，算是一场相当成功的活动。